麦当劳伫进前呢，发表出讲，这主管防指控讲涉嫌性侵未成年的工读生，所造成这个工读生来行地路案件。经过树林地检署的调查，今仔日认定这涉案主管涉嫌强制威胁等罪证不足，无起诉处分。那死者的家属也讲，针对这部分会提出搁再议。我觉得司法不公。检警就皮箱表达不满，已经过身小女的母亲控诉囡仔伫麦当劳做沙工，和主管性侵超过10摆，最后得到忧郁症倾向自杀。也毋过检方即摆调查结果，互家属受到二次打击。有一些对话，他都有去讲到，那都有交给检察官那边做调查，那还有证明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不起诉啊？是不是真的台湾的司法都在保护有钱的人？惊袂出失去亲人的艰苦，对司法结果更加是心冷。小女的父亲讲，已经有证人作证，尽一切提告诉证。也毋过事件侦办了后，初次认定涉案主管涉犯强制威胁等罪嫌不足，以不起诉处分。妹妹那个时候手机已经泡水了，那我们能提供的证据真的有限。再一不成功，我们就一步一步来。那如果再不成功，那我们继续走往自诉，走往交付惩罚。对结果感觉大兄悲伤，强调会可提再议。家属也批评，虽然麦当劳内部调查认定性骚扰成案，却只有将人是头路，无提供受害者有效救济管道甲心理辅导，甚至案发到他只透过声明会实例。麦当劳回应尊重侦查结果，会接受外界讨论甲诉告，继续关怀家属，提供必要协助，搁积极改善治安。毕竟连台北市劳动局拢认定业者案发了后做的补救防治措施有欠点。调查结果认定麦当劳违反性别平等工作法第13条第2项规定成立，裁罚100万元整。红点名一大欠点，就是无对申诉人提供也是专业咨询、社会福利资源，甲其他必要服务。劳动局以性平法已经开罚100万，相关的审定书伫4月初2交付家属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